来看高雄市65岁以上的老大人已经超过50万人啊。不过有议员就表示，高雄超过8成的公园拢无便所，互老大人无方便，就无意愿出门来行搭。公园处就表示讲，因会阁评估增加公共便所。 一透早伫凤山高雄市议会边仔公园，有长辈当咧分乐器，嘛有人做观众欣赏演奏。来公园已经真做因逐天的生活。不过问题是，这个公园无便所。长辈反映讲，家己眠会有啊，来公园运动差不多2、3点钟，就爱返去厝内放尿，真无方便。我退休啊，伫遮公园拢伫公园活动，所以若有迄个。 互阮方便哦，阮非常的感谢。蔡桥人拢炸茶来，滚出来啉，啉了你一定要有便所咧放啊，对无？无便所真正无方便啦。 台湾搁2档就会进入超高龄社会，目前高雄市65岁以上有50万外人。根据统计，高雄市有800外个公园，有便所的敢若142个，无到2成。议员伫总质询要求市府爱重视。公园处表示，因为设置公共便所爱考量到边仔敢有住户，若是社区小公园无遮尔侪人使用，就袂设置便所。这无方便的状况，发生迄个状况一遍两遍，所有的长辈时代有的年岁较有的。 应该渐渐无爱搁去公园。住家对公园里面设置公厕，会不会造成一个环境的问题，还是说有一些治安的问题？他们会顾忌会比较多。目前干部局当咧盘点专切公园，公园处嘛表示，未来因后续会评估公园面积甲使用率，嘛针对便所敢有适合长辈使用，照顾到使用者的身体需求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